我哋嘅祖先至到而家咧就183年。嗱，我哋喺廣州一德路，咁啊自己咧揾啲竹啊去建造一把遮咩？啊，呢位姐姐咧就想整遮啦。呢把遮神仙都整唔到嘅，因為啲廠唔備均我哋㗎材料啊，中意藝術，咁啊幫人維修下啦，就係收一個標準價錢。政府規定幾廿蚊個鐘㗎嘛，新藝城咧就冇賣垃圾嘅，自然貴啲咁多㗎啦。上網啊，10蚊、20蚊、30蚊啊，免郵費喎，結果咧就冇生意。最緊要記住，自動遮永遠向天開，收就調翻轉向地撳掣。如果係手開遮咧，記得咁樣震下，震開塊遮布先至推。如果你唔好呢動作咧，結果都係嘥人錢嘅啫。為咗酬謝嗰啲顧客啊，全部一律唔賺錢，買3把靚遮送1把。喺度呢度咧，我哋講聲拜拜啦，拜拜。